妙香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门外绣花朵，来了一位军哥哥。什么哥哥啊？师傅，妙香是说他在妈妈送金锁，飞来一个小哥哥，那妈妈又飞走了。妙长，师傅，你与曾家姐妹说说，刚才送的是什么经？刚才送的是《清净经》。何谓清净经？清净经乃是太上老君为新王母娘娘设的一卷真经。苗长说得不错，出家之人应该团结作业，协力妄想，抛弃团聚和玩闹，利欲至此，方可得逃。是。家根本爱亲情，亲近无为自传经，所望修行短数年，无事无用，离居他方是真师傅一位潘相公去接。潘相公，他说是师傅的侄儿，要去临安赴考，路过吉林，他来拜访的。哦，想必师傅必准他儿来了。尔等此心之气，不可泄恼。是。妙香，当天你梦到你那位金哥哥，如今他真的来了。真的吗？你快去他乡来。哎呀妈！你他乡来，你不在那来，你不在，你他哪里来？已请潘相公。银钏姑娘，女贞短冠其本，本无其本，三内皆无，必皆于父。内冠其心，心无其心。千古默默何所去？
见他豪气陶然颜，分明关公则归康，点灯子观凌云殿，彩电曾送他寻风，刚心并肩曾曾见，莫不是万幸所念常为心。才为得自心烦恼。哎，此一子别云嘞！呀，好一个有情妇嘿！何不要紧？凤雅云也，老子徒儿曾庙上在抄经呐，曾庙堂刚才这儿接过的呀。哦，原来是他呀！庙堂本是乖蛮之女，因遭作乱，才此出家。他经济世事无不通晓，这你什么疑难之事，可找他聚焦，相如切磋。儿子你。朗朗月色照庭寺，一情深断多数，无言心事念上情。情语，自与仙子下穷人，无言语愿，却迷曾牵动于自心难舍。你不心生细腻情青凌空一笔虚。月底
花间雨，年上今日最难生，相思更月去相随。大月轻轻不花尽，鸟日悄悄垂泪。莫惊尘故曾先去，绿子压云，心底泪。心底泪。是团相公，团相公，请坐。多谢陈姑。陈姑，小生在地雷托事，也有些聆听陈姑妙趣，请问姑娘之名，他来请教请意。奇怪，听说潘相公今日进去，知否奇妙？臣子明月初上之日，请教一句。是哦，小生也这一会儿正光半木农夫才知出车啊！需有太监，你当请教。此事小生先催了。潘相公，请。小的终朝不能，他难消遣了。
以后难消遣。方听断听那关生离恨，云心随心余生心烦闷。常年辕门多自称，纵儿情儿正上听，梅花上内心凡尘，不算是冰情有痕。今生来生，偷偷拆开门，情深缘深，心却在自意，只怕路人光一从梦，情儿深儿随空问。随空问。呀，公子需有情况，莫非先报于我？好啊，我去告诉你姑娘，快你手份结的小生他也点到心亏之王，望仙姑多多宽恕，小生下次做过了。真是大小老实的小生告辞了。王仙姑不哎呀，妙啊！陈姑分明有情于我啊！或许他会单身一去，家情私情，但我都在这花影生死，听候佳音。想着他为私亡去了，相公啊，团相公，你是个聪明君所恨。无奈出家人，实在见嘴里放恨一人，只因为须看那影那一呀人，见了他家冰冰，别了他
制作王公子6月初8烧香成员，要做升官讨上，请众位司机做好准备。保佑观音高僧，精灵往生也撇解生生灵保佑观音高僧。
喜顺心房，王金在鸟一讨厌，满脸带笑更轻佻。不管大贼他是故心里怨嘛，强得原来你在这里呀！哎，心得我好苦哦！哎，仙姑公子，何事？哎呀，仙姑真可惜了，你手中这把孙儿怎么没有的死了？没好举我的吧？本公子要为仙姑要了。哦，王公子与家具，哪句请说出来听听？仙姑听了，十问小姐买把孙，平常10两银子买着鸟不了。8两纹银买骨棺上，7两黄金买一小荒唐！仙姑休是荒唐，这世上爱情爱人的神，苦度爱得发光啊！仙姑慢走，仙姑慢走！哎呦，庙上仙姑，王夫，火星高照，招财进宝。喏，不料王金一定，只因升官道上做得辛苦，本公子表表心意，请仙姑收拾啊！这是王公子师父及女子，女贞官们另有私事，这也不料王金呀，是王公子得的王宋家的礼金。哎呀，王公子真是名不虚传，金陵生死仙姑一笑，这切记我。仙姑，王公子，只要他睡下，不怕他不嫁。
去兮，闻听颂呀相无趣，相无趣。千万不管讲，叫你讲你就讲嘛！皇上说相公这病是永不得吃药的，我本不想吃药。皇上说相公的病根是他女人身上，到底是相思病。相公，往后不要太忘，这可能算卦老先生家的。哎，相公，来，别争吵。奶奶来了，哎呀，姑娘，哎呀，奶奶啦，你的病情怎么样了啊？姑娘啊，在这里又到底怎中了？相公这病是有发的，不好的。还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还相公，妾身死于天相，不可心事重重，宽心在要紧啊！宽心，你叫我做宽心的下，我心上也是一块金。哎呦，孩儿啊，我徒儿庙上他东西一道，上次见我看病啊，要到病子十分灵验，你快把起名给说不清楚。来，娘他来看看我。娘，这也难请哦，是吧？慢慢的说。哦。这病儿浑身不是财，这病儿上瓦难担抬，这病儿好似风前龙
佛来，黄昏梦断，梦断天涯外。是的呀，相公这病，你离多还好，夜里只有发悲不好噻。到夜里生死难敌，泪满腮。哎呀哎呀姑娘儿啊，你有什么心里话，可是与我听啊。这就哑巴求王爷欲哭光了他。儿啊，莫不是为功名劳心伤我哎？好像公你想出来的，莫不是痴情深相随无奈？好像你想出来的。不是个姑奶奶，你是才说出来噻。莫不是昏沉沉，是梦是醒？是的，莫不是空远远，洒泪洒泪。两地，我是心堂堂，和你好人。莫不是不慌慌，难猜难定。哎呀，真公主爷爷，你不哭，你哭啊！哎呀，你喊起来了你！哎呀，快坐下！哎呀，快坐下！长姑，你真是疼痛光他。表长啊，那相公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姑娘在内心神不定，病根啊，全在心上。这个就是病根，那快去我话。苗长啊，那你快去要帮忙，只需3名草药，今晚记住了啊。到来一把。金钱草，你把金钱草要包来，今年家中再金鸟，去年家中肩头这两相思。官草，正西安人去万草，莫忘面心用两口明目清净与景阳。林心良，那希望你还是你配。即用帮助吃，相公不好吃醋，听清楚了语，听清楚了，到咱今天箭头相思，连心两苦灭当了，不用前途啊！老子把这行家，有你不听哦，你不要紧吗？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不要紧。连成一颗银心丹，
银心丹。这是徒儿根据民间秘方，用这3味草药炼制的去香养心丸，原名定心丹。我下便可把病下。这一丸真的能去掉那筋头。心则灵，不信这不灵。吃下定心丹，想过别人定心，小姑快去呀！哎，彩儿啊，哎，快我下吧！哦，快我下，快去，快我下啊！毛病变好了，哎，不才也觉得好了，毛病好了，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真的好了。毛病好了就好，毛病好了就好。苗长啊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啊，咱我们走了。哎，我们走了。哎，相公，我张旭知道你这毛病是长出来的。张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压到瓶子一轻松，成果证明是我的特来我为真品通。好一个民间秘方自炼呀，气压千台，气你浓，千言万语何须青菜呀民众呀民众。金罗，何事不好啊？相公，从姑们女下定心丹，不是相公毛病所发。哎呀，可哪能怕你？蠢材，否则怕什么？喏，去向城府讨呀！